大家嚟香港旅行嘅時候，有冇發覺身邊嘅廣告牌明星可能都嗌唔出個名呢？今日見到勁多唔識嘅明星啦，但係無啦啦一個係姜濤啦，點解？我一講完佢就喺隔離咯，我發誓我真係冇見到佢頭先。可能因為經過80、90年代的明星，他們各有特點。反觀現在，不時有人會比較香港和內地女生的衣着打扮和對明星的愛好，認為香港的審美降級了。咁我喺網上 search 香港女生，主要都認為而家香港女仔普遍係行 ABC 嘅風格啦。但係事實係咪真係咁呢？而家香港當紅嘅女演員袁麗琳、廣告女王林明禎，好明顯都唔係刻板印象入邊香港嘅審美。咁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，好明顯呢，我都生得唔似香港人。今日我就會帶大家去旺角行街，去睇下而家年輕人中意買啲乜嘢化妝品同埋買咩衫。點解要嚟 MK 呢？因為呢邊買嘅嘢就會平啲啦，學生同埋年輕人就會多啲，着衫嘅風格咧都會相對更多元。第一站呢，我哋就嚟到咗 TOP 商場，呢個係以年輕購物作為定位嘅商場。香港女仔咧好中意日韓嘅文化，喺街上邊啊或者出名嘅 IG shop 咧，多數都係以韓系溫柔風為主，奶茶系嘅顏色比較常見咧就係呢種上下配搭或者襯呢種吊帶裙啦。咁除咗韓系之外咧，都有唔少人中意日系嘅打扮㗎。小紅書上邊話咧，好少人會着得好二次元啦。咁咧一定係去錯地方啦。喺Top 嘅最底層咧就有一間涉谷109，入邊咧就有唔少嘅日系品牌。去過東京應該對涉谷109都唔陌生啦。涉谷109喺香港都證明係有呢個市場嘅。點解會咁清楚咧？因為我以前係喺尖沙咀嘅雪杯109翻過工嘅，以前就係翻 V 局啦。不過好多人都係着得比較合體啦，或者中意日系嘅打扮咧先會嚟翻工。所以我身邊都係追日韓星嘅人比較多啦。就好似信和中心呢度咧，就係買好多專輯同埋動漫周邊嘅店。10年前已經好旺噶啦。咁我都見到有少量嘅 MIRROR，即係香港頂流嗰個團啦。但係大部分人咧都係追韓星為主，都有追日本 idol 嘅。咁喺 TOP 商場隔離咧，連住嘅就係旺角中心。我已經10年冇入過去。呢度咧係唔少香港人學生時代嘅回憶，因為佢哋嘅價錢真係好平。以前淘寶仲未盛行嘅時候咧，呢度就超級旺。咁有一層咧就有好多平價嘅 gel 夾店啦，200蚊以內咧就可以做一款。其實而家好多香港人都會睇小紅書啦，咁受到內地嘅審美影響啦，好多都係小紅書熱門嘅款式。頭先咧我就拎咗張小紅書嘅美甲圖俾佢睇啦，我問佢可唔可以整到，跟住佢話 OK 嘅，跟住佢都話咧有好多人會拎小紅書嘅圖咧俾佢睇。不過咧，我都幾同意香港嘅女仔咧，確實係着得樸素少少嘅。但係呢度有一個好客觀嘅原因啦，就係因為香港真係太熱太潮濕啦，唔可以着太多衫。連我呢個時尚人士咧，返香港都樸素咗唔少。所以香港嘅女仔咧都幾注重去濕同埋養生，有唔少嘅美容院咧都係打住養生嘅招牌咧招攬客人。咁香港嘅租金寸土寸金啦，呢啲美容院咧通常都係喺工業大廈。咁嚟都嚟咗，我就諗住上去其中一間睇下做頭皮護理得唔得啦。因為我好驚甩頭髮啦，所以就做呢個頭療。啱啱做完啦，咁佢主要就係用啲精華同埋按摩個頭皮啦，都幾舒服下嘅。但我而家就成個癲婆咁咯。我頭先咧一共係俾咗300零蚊啦，用頭髮同埋標石咁樣，佢就用精油幫嚟按摩。我覺得做得 OK 嘅，但係佢就一直喺度 sell 嚟咯。咁其實佢圍翻咧都係300蚊一格嘅啫。咁變相咧推銷咗差唔多半個鐘。其實我之前喺香港做過其他都係咁，所以後尾都係翻內地做，大家要小心。咁我最後仲去咗化妝品店啦。咁喺香港平價開價嘅牌子咧都係日韓居多，就好少見到內地嘅牌子。喺呢度你甚至可以揾到10年前嘅網紅產品。時代嘅產物。審美雖然係一件好私人嘅事情啦，但佢由一開始咧就係一個摻雜住各種社會同埋性別因素嘅複雜命題。喺一個地方留咗，好自然而然咧都會受到該地方嘅文化影響。其實我之前喺香港咧都唔會太咁着得太誇張啦，因為我唔想成為奇怪嘅人。但係靚或者唔靚，本來就係大部分人嘅主觀喜好決定。後來咧都唔介意啦。學習點樣接受奇怪嘅自己，本來都係人生嘅其中一個命題。